今天的成果还是不错的，你总算踢倒了球。像我这种天资愚笨的人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所以，对你这种天资愚笨的人来讲，更需要加大力度训练。哎呀，妈呀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！齐少，你大爷的！你要干什么？齐少，这是要闹哪一出啊？娘娘，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娘娘，不想活了！啊！慢着，人家还有事情要问你呢。人家都这副德行了，人家能请病假吗？明天接着练。